年生活不願破空，從一開始你要多奮勇，你也想高，知識不夠勁行課，要問誰？其實你都知初卷的人比你累，你怎知要高出童年無樂趣，在操碎真相尋求，原來更唏噓。祈求你放心，但別要追問，怎麼老師出題太艱辛，失敗過也不算是罪人，提示其實係黑人，原來要放監，但別要質問，就係要揾補習至得分，要揾我數字真，要學習學水做人，來附贈這次說你突然手震。家長仲有悲與喜，當你貿然醒，很大對比，同窗心思淡忘不放棄。祈求你放心，但別要追問，怎麼老師出題太艱辛，操練過也不算是驚人，學位才力係過人。原來要課金，特別要爭問，就係要揾補習至高分，不斷計數要緊，會遇着太多事能令你操心，要懂我數字真，要學習學須做人，來附贈再次說你仍然手震。原來要滿分，並未靠要求，人哋也許早年在升溫，體諒你，你已真知個人，從無用權力鬥人，仍然靠決心，事實有點笨，學習要杯可能更安心，要懂到處課金，你是無白水達人，明白你對我說你仍然手震。無奈說，永遠這現實太黑暗。